好啦，乡亲朋友，歇困過後啊，轉到福起來節目嘅現場咯。頭前一趟嗱，鄉親朋友打電話落來啊，嚟問到講，哎呀，風頭啊，所長都嚟啦，韓國呢個啊一個啊春堂啊，或嘅啊一條嘅下禮拜啊，可能有一條嘅用嘅發展哦，有先生咩要留大家嚟做一隻啊一個你講說分享嘅啊。唔過我係發現其實有咩用站嘛要上去看過，而家都一個啊菜色嗬，都係雖然講呢全部都先係有機嘅。食材嚟做料理，一到有機食材哦，其實邱先生幾件嗬，就係而家都團隊幾件留意嘅。想講食嘅東西嘅設計，嗱客家嘅食材嘅文化變到地步度嘅嗬。亦都誒，劉大家講下。我嘅傳統地方有嘅菜色呢，就係你闽南傳統嘅。人哋嘅食物啊，比如講啊，高麗菜鳳，哦，也做一定有名嘅，去到南浦天就愛食。千多年下來，天去點嘢嘅菜啊，你，所以我哋就計結合起來嗬。啊，就講嘅一個食材要做一些改變。係。哦，啊，比如講啊，因為鳳係要鳳肉啊、豬肉啊，錯啊。所以有個豬肉，有個豬嘅都要鮮個好嘅啊，個健康嘅豬嘅嗬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嗬，因為我哋既然係有機農場來開設嘅一個傳統，所以我咪希望人客食到個健康嘅。嗰時候就係愛有機、愛康健、行愛菜氣嘅兩條食物，行愛要客家嘅文化，嗬。嗰時候嚟講，哎呀，傳統嘅食嘅嗬，哇，一部分一樣攤起來就知道一件菜嚟哦。唔過咧，係有其他嘅功能係嘛？所以一傳統一隻旗咧。係規劃做有嗰個江山園區啦。錯。江山就江山堂，因為個天係喺江山堂嘅，所以我呢一個部分就江山園區。啊，介紹嘅人大嘅個太農場、推動住嘅票嘅個天係喺金瓜寮園區。哦，因為個位置都係闽南嘅金瓜寮。係。哦，所以個金瓜寮園區主要係一個生產嘅基地啊。生產嘅蔬菜，生產嘅蔬菜。啊，有個江山園區呢，我哋就多功能，比如講我哋可以要傳統，可以要我哋嘅地方要教室，可以提供本人開會啦，嗬，本人上課啦，嗬，將我哋奇美沙奇大學也要好多擺聽我哋幾隻嘅嚟上課，也係講下啲嘅開幕嘅研討會，哦，所以一個功能嗬，江山園區嘅功能個多樣化，甚至係江山園區嘅咪有農地啊。跟農田呢，嗬，我哋就可以本人下去採果，比如講一接下來要種토마토哦，芥辣咩？토마토係小番茄嗬，然後去誒可以去摘，啊甚至佢要種菜，種嘅菜呢，嗬，見人就譬如講啊冬天嚟嘅種嘅菜，佢嘅摘嘅就嚟傳統時就嚟馬上嚟種嚟嘅食材。直接嚟料理咧。係啊。嗰時候也就做親嗬。要一飛呢開飛嘅呢個功能以外嗬，其他嘅時間要做啲安排下一個農事嘅體驗嗬，你直接來去體驗嗬，直接對田橋嗬，留入到食材拿到做下去，自家來料理，係真實試起來天初會有無窮樣嘅感動嘅。係啊，要一定要面試嘅呀。真係咯嗬，嗰時候係講鄉親朋友，記得想講一下人共同嘅部分，嗬，我來到闽南，嗬，我來入邊來要吃啲蔬菜，要開飛嘅蔬菜，一到啦，嗬，從愛先來攞二道煮飯嘛。係，從愛開飛當然愛先來同誒煮飯，係要排嘅時間，嗬，可能一多一年。啊，非常講啊，要開飛起嚟，喺咩團體，我要哋嘅食飯，哦，我哋要可以做一個 buffet，哦，要可以可能有一多錢嘅，可以提供一種嘅服務。一啲嘅服務做錢都先來煮飯，嗬，先來讓你哋講好，也都服務你做錢要啦，嗬，也就會講到哇，一個共產業入部分你都要做到啱多嘅哦，嗬，也就係想講，你落去體驗一個農事，所以。來幾多年咯，就係蒙了嘅方式，一樣嘅體驗嘛嗬。唔過呢，你要講嘅黑長期嘅體驗嘛。有，我哋有一個長期嘅體驗嗬。比如講，已經有嗰樣是嘅有一個幼稚園，係一個幼稚園嗬，一個高中青幼線，成年嘅青幼線要搞嘅人狀嗬。因為我哋有一塊地嚟俾人做體驗，原來嘅時間呢嗬，每禮拜都會來。所有人嚟，一禮拜最慢2禮拜來多，來請一學期嘅時間哦。啊，一個天嚟呢嗬，對教人種菜，嗬，啊，每禮拜來時本4年嘅海田球康，別人去苗菜，甚至別人鳥蟲嘅，
教細年講也係咧擘嘅菜，係哦，啊每禮拜嚟可能種嘅菜過太嘅，啊要炒嘅時間，下次就要一個幫錯，菜太以後，用骨骨做一個營養午餐。哇！有細年嘅天初當歡喜，天初當歡喜，所以人種線上細年嘅，甚至細年嘅家長都會來。哦，也係呢一種個長期嘅，還有另外一個嗬，我哋以前有做過一個呢，本嗰種是個家扶中心嘅細年嚟邊做私我嘅一個教育體驗，係，一個都私我呢對延續七家數工下去私我開始，嗬，是每禮拜來2日，哦，然後2日，來2日以後呢，看演我嘅，嚇，佢哋一補鑊頭。哦，啊，嚟錯嘅時就錯錯，啊嚟除錯，哦，啊都應看見照顧到和嘅骨和嘛嚇，要數工去骨和，數工去割咧，人工割咧呢，唔係機器割咧，唔係機器割，人工割以後呢，嚇，你要揸一台大骨嘅機器，用腳墊嘅條埋嗰種嘅，把它填上去，哦，變嘅骨打下來，打下來以後呢，嚇，啊行走嘅，嚇，我哋都係糯米過後呢，嗬，也唔淨結束。糯米過後，人教細年用嚟包裝。哦，一連包裝都愛細年嚟自家嚟做。教人一個包裝，包裝好係唔淨結束，係教細年用嚟去買你自家種嘅米。係愛去買嘅，唔係講嗌嘢拿咗去食就好咧。係啊，要買嗰個也一個最終都一個米好嘅拿出去賣，完整嘅一個過程。呀，真是呢，也按用啲過程哦，細年嚟做得好多呢道東西呢。係有好多，因為第個哦，年代我以前食嘅飯冇按用來嘅哦，所以下呢排記得會食福，唔係講嗌嘢嚇，冇上去食嗌都冇愛食，絕對唔會。所以係嘅，對一個長期嘅一個教育啦，嗬，唔係講啊來一日，哦來看一下嘅，哦又係講啊，我來幫下錯啊樣嘅，嗬，其實嗰個長期嘅教育體驗，我哋又要啲做嘢做嘅服務。哦，真係呢，嗬，人家嘅郵寄嘅農創園會農場唔單止係自家來種郵寄天天，咩來推廣一個農業嘅應講到向下當建嘅一單講教育啦，嗬，韓國呢咩本體家講啲講，哦也真係嗬，對田橋都按用種多，你拿來食咯，也過程當中冇按改冇按簡單嗬，也慢慢呢一步一步來做嗬，相信呢嗬做得改變一到年嘅一個對一個農產品對社會嘅一種嘅概念。係啊，咩希望要達到一種效果啦。係啊，話也唔係單槍單一嘅功能天天，唔係單槍種哦，係要教育嘅。講到也嗬，嗱啲講而都也2年去年嘅時節嗬，有一陣講去田橋度，都田橋鄉食飯呢，一個發通嘅，也係乜嘅用嘅就發通。一個嘅名嘅叫做稻田裡的餐桌計劃。田橋度嘅，老食飯族變到田橋鄉，變到田橋鄉嗬。所以一個係呢，佢哋係呢個宜蘭呢幾個後生嘅研發嘅，係，啊因潛到一個適合嘅所在，南部可能係啲嘅對合作嚟派嘢嘅發通嘅啦。哦，因為一個唔必須講啊，農場嘅主人要有一共用嘅理念，愛要共用，哦，這樣做得嚟做配合，做得結合，讓佢哋嚟實行啊，嗬。啊，你做係派嘢嘅發通嗬。一個菜呢，嗬，個前度係呢廚師走上頭去到農場嘅，係呢田橋鄉摘嘅菜。去田橋鄉摘，哎呀，都有廚師嗬，我都想愛啲。一般平時嗬，人都傳統嘅係講起來，啲廚師嗌做鹹菜就好嚟啊，嗌愛包熟啦，嗌愛鳳頭，嗌愛乜嘅，嗌自家去鹹。不過也係廚師自家去田鄉摘菜去咁曉。係，伊都起嚟看下要買嘅菜嗬，比如講我日嗌做沙拉，唔樣度買嘅菜係可以做沙拉。哦，非常講啊，一個菜碟俾嗌做買嘅皮菜，要買嘅日下要買嘅菜要買嘅，就是去看嗰時候，學緊喺度摘一條菜。哦，啊，所以一種嘅東西就講啊，年客食起來嘅感覺完全冇相同。比如講嘅意思嘅包熟，就好似來嘅下嗰條我出菜以前。將熬下來嘅包熟，哦，嘅一定似呢，一定似，一定好水，一定甜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年客食一個東西嘅時候，如果要感通，記得會感通回饋，竟然都要攀過嚟咩？嗬，當然咪直接對定，也應講到也邱先生，亦都也可能也都嘅 V 人來講，要嚇印象嚇深嘅嘛，而家講嘅廚師記得要乜嘅回饋嘛。要做工嘅行業，其實人哋最睇嘅回饋都嚟自一條年客。年客。哦，我哋看到年客佢哋嘅食飯嘅時間咧，嗬，而且滿足嘅表情。哦。
吼，啊嘛有啲人係會問講，咁你下一次嘛嘅時間要來舉辦。下禮拜呢時愛攀嚟上，我再過來食，再過來參加，啊，再過來感通。因為食飯嘅時間吼，喺田鄉或者喺田城鄉咧，係會拖係打擦腳。打擦腳啊！腳會掂下啲奶，掂到奶殼，係。你哋嘅食飯吼，啊啱補提為嘅時間咧吼，摩天火，吼。摩天火。係啊，摩天火，啊就身後兩片咧吼，有點嘅火把。係。哦，安尼都安尼照嘅安尼一時嚟貢獻，所以嗰種氣氛也一定好。係。啊，年客食起來呢，吼，除了講啊東西好食以外，腳點啊嚟天嚟講，哦，啊哋嗰種嘅天，嗰種嘅氣氛，嗰種嘅時節吼。啊，大家有時都真歡喜。哦，所以講到食咧，一個過程當中啦，韓國可能記得來到夜嘅時間，要做啲去田丘度，來看看啊嚟啊，嗬，去自家來，你講我哋家下愛食嘅東西係乜嘅，嗬，做係來認識下，其中個田丘項係乜嘅樣。係啊，有啲人他親嗰做嚟嘅嗬，係要搞月中啊，有時間要搞月中菜。所以咩會留農民直接咁講面對面來做一隻分享做出嚟。哇，真係咧！有時一陣人吃到以後嘅一個體驗咧，從廿個發通會個繼續攀下去冇？會啊，我有計劃要繼續攀下去啊。哦，甚至可以為每一個公司、每一個團體，哦，嚟做一個，比如講啊，哦，生日，哦，或者講啊，米亞。哦，來去田丘是一個米亞尾牙宴，哦，來做一個生日嘅宴會啊，你真係都冇共樣嘅體驗啦。真係咯，韓國呢，我講到哎呀，都按用嘅一種方式啊，佢讓鄉親朋友按用談，可能頭先咪有看到一啲嘅圖片呀，都嗬，想愛體驗嘅時間就愛留休先生，而都來做一隻聯動嘛，因為日下而都就想愛繼續來攀下去，好，將而都一啲東西呀，嗬，有啲人啊，嗬，將引動到郵寄，要有一陣講市場嘛，解嘛。你都會拿起郵寄嘅市場賣，係講直接讓消費者面對面來做收寄。係，我就要拿起郵寄市場，將我哋嗰樣個有名叫微風市集。哦，係。微風市集每禮拜六，哦，我哋嗰隻嘅賣，哦，啊，一個微風市集規模一來一大，啊，有千多郵寄嘅農民嚟種嘢嘅產品啊，嗰隻嘅賣，消費者會喜歡嗰隻嘅，因為講咧，伊去嘅時間，伊可以看到千多樣嘅產品嚟嗰隻嘅。係。哦，那是講啲逛菜市場樣嘅安尼嗬。郵寄嘅菜市場樣嘅安尼，所以有啲發展遷來遷好，哦，啱啱你咪要買本千多本一個郵寄店，哦，也係千多種嘅宅配。按樣型嗬，哇，真係你學估數，一嘅啲時間都多嘢嚟啊，嗬，一定係想做，下禮拜郵寄非常過來講啦，嗬，希望邱先生咁會來到呀，節目現場，安住先。感謝大家。來講到啊，學一餐咪會加許多真實有樣會定然講嚟，嗬，喺講你愛買便宜嘅食物，講適度嘅送身體，唔當啊加到嘅錢，學買到嘅，你講一個人食起來嚇抗健嘅東西咯，嗬，學係上陣時間到日咯，來聊下家下咪提倡大家愛聽聽誒運動先生，好好來做運動，希望大家。